早起看世界，镜头来美国。科技大厂要去美国投资做晶片，即马美国就真需要本土的专业人才，所以伫美国的理工学院，即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一出业了后，高科技业者拢抢要爱。这是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微电子实验室，伫黄色的电火下骹，学生当在学微晶片的制作。5年前课程，让学生实际动手来参与，对设计到图案化的规个流程，培育因未来入去到晶圆厂做工课的能力。应用全球手机、汽车、电脑，甚至是军武系统，愈来愈侪领域的关键晶片的需求。罗彻斯特理工学院伫1982年伫电机系下骹开微电子工程的分机，是全球少数几个教这个专业的大学之一。目前这个系差不多100个学生读大学部，学校讲这个系学生有100%拢顺利就业，常常拢伫毕业进前都已经互高科技业者手生录取。科技和 AI 若愈进步，对这个部分的需求嘛是愈悬。We are always going to need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for the future. They can have AI and robots take away the manufacturing jobs, but we will always need people doing the research. 即马台积电继续丰田和美光遮的晶片业者拢小连续伫美国设厂，专业人才需求是搁较大。美光暗算投入几十亿美金起的2座超级晶圆厂，因的位就伫咧离罗台无偌远的克雷市。学校希望讲会当招到搁较侪学生，无奈是即个系吸引力目前是输互网络科技公司。I wish we could double our enrollment. Our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hat hire at RIT, they come to our career fair. We don't have enough resumes to provide these companies. 前几年的新冠疫情是拍乱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拜登政府伫2022年通过2800亿美金的晶片和科学法案，鼓励晶片回流美国制造。川普上任了后，佮提出关税，逼回流加速，佮针对进口晶片和制造设备做个案调查，可能进一步要提出特定产业的关税。但是改造规个供应链都要开几年的时间。专业人才是晶片的自主之路顶端上关键的一片道路。深入学校栽培人才，变作是即马上重要爱紧去做的部分。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